Hello， 大家好，我係 Gogo， 歡迎嚟到討論歌詞。廣東歌好多時候都會俾到一種印象，就係好多時都係情歌，精準啲嚟講係慘情歌，即係分咗手之後呼天搶地，過得好唔開心，好痛，好難過。但其實好多時情歌都係可以好精準咁樣去描述咗一啲現代人感情裏面嘅一種狀態，而呢一啲嘅狀態呢，其實我哋暫時係未有一個好簡單嘅詞彙去概括得到嘅，而歌曲就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啦。我同意嘅，廣東歌好多時都係情歌，甚至係慘情歌，而呢一樣嘢呢，就唔單止局限喺廣東歌嘅，甚至乎其他外地嘅流行曲都係一樣有呢一種嘅現狀。咁係咪就代表流行曲就係冇價值，去形容愛情就係冇價值呢？咁我就唔認同嘅。今日我就揀咗3首歌，佢嘅特別之處呢，就係講分手，而分手呢個狀態呢，係由個女人自己提出嘅。而呢3首歌除咗講分手嘅痛之外，佢仲有係解釋到點解自己係需要忍痛提出分手嘅。第一首係1995年鄭秀文嘅《捨不得你》，由盧湘欣填詞。第二首係2014年謝安琪嘅《獨家村》，由林夕填詞。第三首就係2015年 JW 嘅《矛盾一生》，由陳詠謙填詞。接下來我會由95年嘅《捨不得你》開始講起。《捨不得你》呢一首歌最膾炙人口嘅一句就係我捨不得你。相信好多人冇睇歌詞呢，就會以為係講分咗手之後點樣牽腸掛肚、死去活來咁樣掛住對方。但其實我捨不得你後面嘅嗰一句係無奈我要創造未來共你普普通通的去愛，未夠我獨個精彩。呢一首歌裏面講嘅係為咗追求更加多嘅唔同選擇，即使係未知嘅未來都好，寧願單身都選擇分手嘅。而歌詞裏面第一句講嘅就話自己就成日都會有一種迷失嘅感覺，再看我的最初，反映咗我其實係有一個自省嘅傾向，因為會自我檢討，會反思，會去思考自己生活嘅面向。咁我就發現咗有一種唔滿足，有一種迷惘。去到第二段嘅時候，歌詞裏面講到我要一試高飛，而個目的呢係希望令到人生更美。呢2句歌詞都有講述咗，原來我係一個會追尋自我、追隨理想嘅一個特質喺裏面。而最初投入呢一段關係嘅時候，我係的確有感受到一種亮光。填詞人呢就用咗無奈2個字去表達我喺呢一個感情裏面嘅困境。究竟我應該要追尋自己未來，定抑或要繼續保留呢個關係呢？歌詞裏面其實就冇好詳述咁樣去講到佢哋面對嘅愛情困境係啲乜嘢，而2個人簡簡單單、普普通通的去愛，遇上嘅困難可以係因為要去探索未知嘅未來而走上唔同嘅道路，例如係留學啊、移民啊、去第2個國度工作，甚至乎係因為想探索4周移居旅行都有可能嘅。而呢一啲呢，都係對未來嘅一種不確定性，喺愛情裏面呢，係有一個好大嘅挑戰同困境嘅。咁所以無奈我有我的未來，就係去尋求未了緣，愛過了放棄了，全是自己挑選。喺呢一首歌裏面嘅我，其實係一個諗得好通透嘅人，佢係好唔捨得，但係佢已經唔係喺度掙扎緊到底我應唔應該去馬呢？而佢呢，就已經有一個自己嘅思考，有一個結論加上決定。咁我覺得呢一樣呢，係好精準咁講咗，其實分手呢個決定好多時都唔係一時三刻或者嗰個 moment 嬲就講出嚟，而係對方其實經過咗一個深思熟慮，一個好透徹、好堅定嘅決定嚟嘅。咁我唔知個個分手係咪都係咁絕啦，而呢一首歌絕對係嘅。雖然話就話捨不得你，不斷咁樣重複好感激你、掛念你，同埋不斷咁樣祝福對方，但分手嘅呢一個決定喺呢一首歌裏面
係已經完全冇得掹。呢一首歌直頭係一個當刻同人講分手嘅理由，一個狀態，又或者係終於都梳理好自己要分手嘅呢一個決定咁。我自己呢，就覺得盧湘欣呢一首捨不得你係非常之特別，因為呢係好少可以揾到其他類型題材相似嘅歌。輪到2014年嘅獨家村，當你發現自己同對方喺一啲事件上面有非常之唔同，甚至乎係對立嘅立場，你會去點樣處理呢一段關係呢？而林夕喺呢一首歌裏面俾出嚟嘅答案就係盲愛和自愛不宜兩全，讓我忍痛一刀就這麼兩斷，沒法跟你輕輕鬆鬆假裝卿卿我只好放手，守護我的獨家村。夕爺就好瀟灑好有型咁揀咗割席去捍衛自己嘅立場。喺呢一首歌裏面呢，我同埋對方有一個非常之衝突嘅關係，一個呢就係想追逐利益，另一個呢就係希望保留一啲原則嘅。喺呢一首歌裏面，我認為對方係一個為求風光去鞠躬，凡事呢都要求要識得跟風變通，所有嘢都係可以犧牲嘅。做人呢就係話要有公關，要有笑容，講嘢呢就要圓滑，能夠將個利益做得到，成功呢就等於追求到幸福。而呢一種成功學呢，甚至係會攞嚟規勸我，攞嚟挖苦我，嘲笑我。如果我冇做到呢，佢就會話我係孤僻、自命清高，甚至乎形容我嘅性格呢係偏激嘅。咁嚟到呢一度呢，其實係可以見到大家嘅嗰種相處，因為兩個人唔同嘅立場，其實係非常之大嘅衝突。而喺呢一首歌裏面嘅我，亦都會去批評翻對方冇原則，乜嘢都可以犧牲折衝。雖然講到呢一度，好似係兩個人嘅立場之間不斷有一啲互相嘅批評同埋對立，但其實歌詞裏面係有提到和你同做過的美夢發願，讓我一個擁抱互相許過的夙願。原來當初兩個人走埋一齊嘅時候，係因為兩個人呢係有一個共同嘅目標或者理念嘅，但只不過係因為隨住時間嘅推移，因為金錢掛帥、利益至上嘅社會而慢慢開始有偏差。而呢一種嘅偏差呢，就造就咗我嘅心裏面有一種好強烈嘅拉鋸，大家嘅關係亦都開始去醞釀，去到一個非常之緊張嘅位。兩個人都開始不斷咁樣批評，不斷咁樣睇唔順眼對方。而歌詞裏面，我對於呢一種嘅立場同埋自尊心都係有一個好強烈嘅捍衛嘅，所以喺我嘅心目中，對方亦都會變得非常之負面，例如係會直接批評對方冇原則，不斷咁樣犧牲一啲初衷，去話對方嘅行為係世故媚俗。去到呢一個階段，當兩個人相擁嘅時候，都有一種委屈嘅感覺。若世間愛拖得一天過得一天，怕將底牌揭穿。但與此同時呢，我亦都係明白到呢一種委屈係永遠都冇辦法求全，因為呢一段關係係永遠都冇辦法實現到當初嘅價值。盲愛和自愛，忘我和自我，都係不容易兩全嘅。咁所以呢，就唯有讓我忍痛一刀就這麼兩斷，因為只有係分手，我先可以更加安然。無悔未曾可將你改變，都不被你污染。喺我嘅心目中，保留一個重要嘅價值觀，係遠遠比起一段需要委屈而聯繫嘅感情嚟得更加重要嘅。喺呢一度呢，係有一種如將董道而不猶繫，故將獨家村而終身嘅感覺。捨不得你同獨家村呢兩首詞係有一種體現咗新嘅時代啦，新時代嘅女性主義嗰一種嘅自我充權，唔需要再依附喺一段關係上面。原來呢，個人係可以去追求、去着眼其他嘅一啲唔同價值觀嘅。另一方面，
喺2014年嘅時候呢，林夕係唔需要話如有好此祈福，係用一種咁隱晦嘅角度去包裝一啲社會上面推崇嘅價值觀，例如係利益至上、金錢掛帥，佢係反對嘅，佢唔需要去刻意咁樣去將呢件事收收埋埋，寫得好隱晦。我覺得呢係一個時代嘅進步嚟嘅，但係諷刺嘅係屈原可以出現喺如今唔同媒體嘅時代，林夕呢就反而變咗做佚名。輪到2015年嘅矛盾一生，由陳詠謙填詞所講嘅矛盾關係，就係當戀愛去到一個階段，但係遲遲都未能夠邁入婚姻，咁到底應該係繼續定抑或係放棄呢？喺呢一個矛盾嘅戀愛關係裏面，我係會有一種感覺，就係得到一刻開心，過後不開心。相處係開心嘅，亦都會好似你為我放一場煙花一樣咁快樂。但可惜嘅係，煙花係璀璨而短暫。當返返去現實，大家討論到幾時結婚，幾時可以決心成家，就會變得不開心，因為對方係一個拖拖拉拉唔發奮，亦都冇遲遲下決心要成家，就好似永遠都睇唔到未來咁。而我嘅願望呢，就係可以着上婚紗結婚。個矛盾點就係，我覺得對方係一個唔夠上進嘅人，佢未足夠我託付終身，但係我又好想嫁，好想結婚，好想着婚紗。與此同時，對方遲遲都唔肯求婚，唔肯作出個承諾，誰尋覓愛的一個，然後不嫁。呢一句歌詞就好能夠表達戀愛、結婚、成家呢一個 package， 就係我對於一段關係嘅追尋同埋目標。咁既然對方都遲遲唔肯作出一個承諾，當你遲遲未改變，就讓我改變吧。呢個時候我就有一個忍痛分手嘅決定。喺呢一首歌裏面，我哋見到即使係現代嘅都市女性，都仲係會有一種自我嘅約束，就係拍拖一定要結婚，尤其係女性喺婚姻上面更加多咗一個社會嘅期望同埋年紀嘅壓力。咁如果對方遲遲都唔肯俾一個承諾你嘅時候，咁就要自己去為自己作出打算啦。呢首歌呢，有少少令我諗起2003年由李克勤唱、林夕填詞嘅《合久必分》，都係一種對於步入婚姻之前嘅一啲猶豫、一啲嘅諗法。而我覺得呢個就係廣東歌有趣嘅地方。雖然好多嘅情歌，但其實細心啲睇呢，每一首嘅情歌呢都係好唔一樣嘅，因為每個感情狀態都係特別嘅。而歌詞呢，就係好精準、好針對性咁樣講緊一啲唔同嘅情況，而呢一啲嘢呢，都係好難用三言兩語或者一個詞語就可以解釋到嘅。咁填詞人呢，就幫我哋做咗呢件事出嚟。除咗呢3首歌之外呢，我都想講一講由男人嗰邊點樣去睇女人主動提出分手。咁我呢，就諗到幾隻歌啦，咁包括係由林夕填詞嘅《任天堂流淚》、必殺技、雙追人同埋我的天。任天堂流淚、必殺技同埋雙追人呢，都講述咗一種情況，就係個女仔覺得自己唔夠上進，而揾咗個更加好嘅新對象。而雙追人呢，更加係講述個女仔帶埋個新仔仔返去兩個人曾經嘅愛巢裏面幫手搬屋。而嗰一種俾人踩牆掃牆，但999都幫唔到手嘅無助呢，喺呢首歌裏面係真係形容得非常之淋漓盡致嘅。另外值得一提嘅係任天堂流淚呢，我個人嚟講係有少少覺得似係由男人嘅角度去處理矛盾一生嘅感情課題，而佢用任天堂呢一個角度去切入呢，係好特別啦。同埋呢，到而家咁樣睇呢，我都會覺得係好新穎嘅。而我的天
而我的天雖然主要講述嘅係被分手嘅我嘅感受，但係行文之中呢，係有提及過點解對方同我分手嘅。而分手嘅原因呢，就係個女仔抌低咗一句失去感覺，我的天，冇 feel。咁歌詞裏面呢，就有形容到個女仔呢係可以將戀愛當做食緊半支煙一樣，隨時唔高興就劈埋一邊嘅。咁雖然首歌講嘅呢，就唔係個女仔嘅態度或者處理感情嘅方法，但我哋可以見到呢，原來現代關係裏面，現代女性喺愛情都係有一種 play girl 嘅一面。咁我自己覺得係好有趣嘅，同埋即使係單單幾句嘅歌詞，個描述都係非常之精準，同埋俾到好多資訊我哋嘅。當我想做呢一個話題嘅時候啦，原先呢，我自己呢就以為可以揾到更加多嘅，咁跟住呢，就可以由個時間線上面整理翻啦，咁就睇下香港嘅女性呢喺個感情狀態裏面會唔會有啲隨住時代變化而唔同咗咁樣啦。咁但係我自己發現，原來呢，揾個歌詞裏面由個女人提出分手狀態嘅呢，其實都唔算好多，或者講得好詳細。咁又或者咁講呢，係我自己聽歌聽得少。咁如果呢，大家知道嘅話呢，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有啲乜嘢歌啦。同埋呢，大家會有對邊幾首歌或者題材感到興趣呢？下次見，拜拜。